有特殊需求的囡仔，即摆会当申请这助理员来陪因读册。不过有家长讲，这囡仔伫台南地区呢，这顶学期是有300点钟的时数，这学期却拢无啊，烦恼讲会影响到囡仔的学习。这台南的教育局就表示讲，这学期申请人数增加上百人，因已经追加500万的经费。 细汉囡仔咧穿鞋仔时，妈妈好，直到助理员就伫边仔随辅导囡仔证书。像安尼有特殊需求的学生，逐间学校加减拢有。台南全市有7000个，毋过有家长反映，本正囡仔顶学期有300点钟的陪伴时数，这学期煞拢互教育局裁掉，因认为权益受损。那这案，无论是中度智能障碍，也是自闭症的学生，拢无陪伴时数。第一线老师讲，影响真大。是有情绪障碍的孩子，所以他如果有些东西他没有办法就是感受的话，他就开始暴怒。对我们的孙子来说，是他没有办法学到东西，而且也会影响到其他的同学，让我们非常的有一点很生气，有一点是觉得说政府怎么会这样子？没有特助员的协助的时候，就变成老师是全时就主要，因为他可能会有情绪行为的一些问题，就变成老师是用全时去关注孩子，但是关注特生的时候没办法去关注其他一般生。 台南市教育工会统计，有3成的人申请拢互教育局拒绝，地书收到真侪定情，教育局回应，这学期申请的人确实增加。高中小甲幼儿园拢总1820个人申请，平去年加114个，时数增加到1万点钟。因强调这是初步的审查结果，即阵已经增加500万经费，嘛一定会维护特教学生的权益。莫讲因为讲今年申请的人多，今年的薪水也较增加，因为1点钟比做190块，所以感觉讲经费增加了，就以经费的角度来看囡仔的需求，应该是讲囡仔有需求，咱想办法，政府应该去想办法。阮咧审查过程当中，可能一寡资料会交学校，也是有点寡认知上的这个落差，有搁请学校来做这个补件。 若是有追加，阮拢会随时来补足。高三会表示，特助员会当帮助囡仔稳定学习，建议市府唔通干那照障碍程度分配时数，通参考其他县市做法来确保特教学生的权益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